区有一位农夫，因本身对于农作有兴趣，喜欢种植蔬菜、水果等农作物，于是，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亲子体验农场，要让现在鲜少接触大自然的孩子们，能有机会了解到农夫的辛苦，玩中做，做中学，享受其中的乐趣。我们农场是成立在2012年了哈，那还没有听过这个食农教育的名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因为当初就是我说我自己在贩售，然后因为贩售的时候自己有种，然后种太多又销售不出去，卖不完啊，所以就会开放给亲朋好友来采收体验，直到我们跟农会有接触，我加入我们归仁青农的时候，然后才更了解说啊，原来我们2012年这段期间做的事情，就是在做食农教育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衍生食农教育，然后慢慢的去了解它什么叫做食农教育，然后它的定义，那我们还有差哪些东西不足的啊，甚至说我们还要需要增加什么体验项目啊，所以说我就是会慢慢的说再去进修，然后让食农教育它这一部分能更深入的去分享给来这边体验的大小朋友。我们香米米香农场的基地大概990坪，然后因为要做食农体验，所以我把这边规划比较多元的那个作物啊不像一般就是种单一物种，然后我们这边种的话，像这2年我们就越来越多元化像基本的叶菜，还有大菜，大菜就是高丽菜、花椰菜，然后各式的品种然后这2年我们融入了五谷杂粮的元素，所以我们这边也有玉米是基本的，然后我们也会种高粱，然后小麦，还有一些豆类，譬如说黄豆然后黑豆，还有花豆、大豆，很多豆类的品种，然后种起来是基本上，因为你种每一种物种都种一点点，那也收成也不多，但是我们主要是要给来这边体验的小朋友了解说，什么作物长什么样子，然后它成长期大概多久，然后如果他们能等到收成的时候过来收成，然后我们也会分享说，什么作物我们可以做什么运用结合在食农教育上面。譬如说，如果我们采收黄豆、黑豆量多一点，我们可能会做豆花，那也不一定，用那个卤水，盐山的那个卤盐水那种，然后做简易的那个豆花，然后就融合在食农教育上面。然后我们这边的高丽菜，譬如说我们之前有种一些叶菜大菜，然后采收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揪团。然后就一个人缴多少，然后来这边的话，然后就看要采多少都自己带回家。但是我们还会有一组，就是采收完之后然后上来我们教室这边，然后就现煮，也是结合在食农教育地产地销，然后就是产地到餐桌的结合。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这边今年如果来的话，至少有25种至35种的品项，但是因为有些作物还在试验阶段，所以说也未知会不会成功，但是希望能成功。那成功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跟那个食农教育场域的场主分享，然后把食农教育把它扩散开来，不要说就是只有我们这边有。那体验的项目都很多就是看各个场域他们主要项目是怎样那我们今年主要就是要结合就是多元化的五谷杂粮所以说就尽量尝试。现在社会流行斜杠人生，
大哥不只是一位农夫，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哦，那就是在菜市场贩卖蔬菜水果。他说这样不觉得辛苦，因为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我从小就跟家长在市场卖蔬果了，然后本来退伍的时候本来要在台北工作，工作也只好，因为我爸爸生病，所以说就回来帮忙，然后一帮忙就20几年了，然后因为我卖蔬果，然后又我卖蔬果的那个项目也蛮杂的，然后如果品项要算的话，也是300种，经营蔬果大概快30-40年了，对，然后就是因为小时候喜欢农事所以说就也接触到市场，然后就在自己的农场，然后种一些菜。那冬令的时候，如果有种出来的菜，就可以自己贩售。那有贩售的问题，就是因为产季量多，然后也卖不完所以说突发奇想，就是找朋友过来这边采收，因为毕竟做农事这件事情是从小的兴趣所以说即使再累的话，也不觉得累如果像你做不喜欢的事情，然后要逼你做，你也做得很难过所以说我就是早上在市场贩售之后，然后就下午过来这边忙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也很感谢我妈妈、我老婆谅解，然后配合我这样子。在农场的对面有一块农地，也是大哥的耕作区，种了许多农作物，有诺丽果、甜柚、凤眼果、甘蔗等不同的作物。每天早上卖完菜之后，下午就到农场整理。大哥与我们分享，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农场工作，很安静，很投入，没有人打扰，是他最喜欢的时光。这边是我园区的对面，然后我们农场也有办采收甘蔗体验所以说我们之前采收完之后，我们重新种下去。现在种下去的话，大概到一定的高度，我们要整理蔗叶，然后这样它才长得高，长得漂亮。然后这边有种那个白甘蔗，然后跟这个红甘蔗然后还有药蔗，药蔗是要用，但是一般人也都可以吃。那我们这边主要都是用那个打汁，榨汁然后榨成甘蔗汁。包括我们食农教育体验、甘蔗采收体验，也是让小朋友体验如何采甘蔗之后，然后上去我们教他们如何削甘蔗。然后如何榨汁？虽然榨汁机很危险，但是还是会让小朋友去操作体验，让他们了解说危险的东西你要怎么防御，然后不要发生危险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办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不到客源，这是蛮大的那个隐忧所以说我们也会去找更多的那个方向，然后寻找方向，然后看我们的客源要如何开发我们的客源。对，因为你有东西，然后结果我们这么好的场域，然后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就是会去认识更多人，然后了解说食农教育他们大概都怎么经营，包括一些食农场域。我们也都会去互相探讨，对，然后看客源要怎么来，譬如说从学校或者是从社团这样子的切入，会比较顺心。毕竟你都在农场，你毕竟要踏出这一步，要往外出去，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顺便宣传说我们的场域在那个南化那边啊，然后老师叫我去教他们老一辈的他们种菜，我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我就还是接受挑战，然后去那个教他们种菜的时候，我开始讲解，然后大家都很认真听，我也很压抑，怎么真的那么，你们真的不会吗？结果真的都不太会，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玉井南化那边啊，偏乡地区啊，山区啊，他们大部分都是种果树类所以我教他们种菜的话，他们会觉得说我每次菜都种不好，所以说我就跟他们说流程教他们如何种，然后带材料过去教他们操作，然后他们也都玩得很开心。这个就是我们要种爬藤类的那个植物，譬如说小黄瓜、四季豆，或者是番茄，都需要有这种支架。然后这个把它钻孔，把那个钢管把它织入之后，然后再加那个网子，让爬藤类能顺利的往上爬，然后这样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也才能看得到。因为如果你再让它乱爬的话，有时候它被掩盖在下面，你没有看到，所以就没得收成。但是我们这样一直线过来的话，那如果它长大的时候，我们这样边走边搜寻，就可以看一目了然的看到我们的收成的那个成果。像这样踩一踩就能固定了。大哥的农场里没有使用农药，都是用微生物菌种下去管理，产量高又好吃，对于田间管理也很健康，天然无毒，消费者也吃得安心。我们这边都没有使用农药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是用微生物菌下去防治害虫虫害所以我们这边有防虫害的，然后也有氮磷钾肥的菌譬如说这边鱼杂有机肥就是我们用乌鱼下去煮过，然后再加菌种下去发酵这是它的那个钾肥，所以你果树的话要甜就是用这一桶就对了。然后这边还有木霉菌、枯草杆菌，都比较普通的菌。然后这边那个东厂白浆菌还有黑浆菌都是病虫害防治它就是要让病虫害就是没有脊椎的病虫害，譬如说虫它没有脊椎，但是如果像壁虎它有脊椎，它就喷不死了那没有脊椎的爬虫类，然后因为它如果喷到的话，它会或者是吃到，它会感染。它的胃壁会感染，然后就因为它感染，然后不舒服导致说饮食不振，然后或者是没有食欲的话，它就会死掉然后冬赏它是用在于冬天，冬天的话它就是用冬赏，它比较冷的时候就是用这一种。那黑浆的话，像夏天的话，我们就是用黑浆去下去防治。那这个生长素它是用香蕉、用北蕉的肉下去煮。然后它的氮肥蛮高的所以说有时候如果我们草莓在长果的时候，我们就会加这个。那EM菌也有也是比较普通的菌它里面有含乳霜菌、放线菌，还有真菌、酵母菌、光合菌所以它是比较杂一点还有我们这边有光合菌。那米糠易肥也是要做这个的话，是它的那个氮数比较高所以它增加它的叶面漂亮所以我们喷这个它里面含有很多氨基酸米糠，然后所以它能让它活化然后就能慢慢的顺利长大那我们看我们的菌种EM菌它的菌丝都拉得蛮漂亮的
那我们这个制作大概1个礼拜就可以使用了，也是蛮便宜、经济又好用啊哈。那你看它菌种，哦，它的那它的菌丝也都你看这个白白的菌丝都拉得很漂亮。因为我现在目前农场就是以无毒那个培植啊，所以说就有机肥啊，它吸收比较慢啊，对啊，又没有用农药所以说我目前这边的米就是种目前这边的米就是种那个台南19号。那之前我有种台农71号，台农71号是益全香米啊，对然后我大概这3年开始种台南19号，台南19号它就是台南13号的那个玉香米啊那吃起来就蚵仔米很香，然后它又跟那个前2年它蛮盛行的台南16号台南月光米这2种米13号跟16号下去结合所以它就衍生下一代就是台南19号台南19号它的特性就是有包含它的爸爸妈妈的特性，就是有点芋香味很香，然后又有月光米它的轻盈剔透，然后又好吃又 Q。对，那我这边的米它因为我这边在种植的时候，我就是有用一些微生物菌，譬如光合菌然后我的那个除虫的那个虫害的管理，我就是还有杂草的管理，我就是放鸭子下去所以说这边都会比较天然，然后来到我的田区也看不到福寿螺有的是被鸭子吃掉，有的是我看到就会捡给鸭子吃。我这边特色就是割稻体验一条龙，就是从他们来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你怎么插秧怎么插秧然后我的管理杂草管理然后病虫害管理是靠鸭子然后之后田区我可能就是会全部都把它围起来。用网子把它做天罗地网，因为我这边方圆几公里都没有看到稻田所以说你只有一个区块的稻田的话，那麻雀会很猖狂的都来吃所以我就是会用防鸟网把它网起来。我们这边也有最近比较夯的就是咸鸭蛋制作对，然后咸鸭蛋制作也是一个再利用的那个概念因为我们碾完稻米之后，然后那个稻壳以前就是拿去那个鸡舍铺鸡舍嘛然后也可以做咸鸭蛋嘛我就突发奇想，因为我们到一个也是台南的食农教育体验农场，他们也有做咸鸭蛋这个也简单因为我以前也养过很多鸭子，我也做过咸鸭蛋所以说好那刚好我就随便一提，然后有人来接下，然后他们就说好要做，然后就开始做起，就开始有这个体验。那咸鸭蛋它制作的话，也是用红土，然后加盐下去敲，然后拌好之后，然后就给小朋友下去教他们如何包水饺，看他们有没有包过水饺，然后就把那个红土把它铺平，然后蛋放下去，看他们怎么捏。捏完之后，重点就是要放到我们的那个稻壳，稻壳上把它裹一裹。这样的话，你红土它会如果没有裹那个稻壳，它会粘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到再生利用，然后就把稻壳这样裹一裹，然后这样保存，看到18天到25天就可以食用。大哥分享，自从吃了自己种的米之后，再也吃不习惯从外面买回来的米，没有使用农药，全靠微生物菌种管理，也会让自己养的稻鸭下去田里吃杂草、除害虫，鸭粪又可当肥料，真是一举两得。我们这边有养那个黑面番鸭，然后黑面番鸭母也是可以生很多蛋。
然后这边过来，这边的话，它头绿色的，头绿色的那一只是绿头鸭，然后这边头没有绿色的，毛色不一样，那个就是绿头鸭，母绿头鸭。然后过去颈部有一环，有一环白白的那一种，那种是生蛋鸭，它的生蛋的那个产能比较高。所以我们这边里面就有养3种品相的鸭。然后我们这边的稻鸭就是我们这边的稻鸭每当那个种稻期间在那个饲养的稻鸭，它是黑面番鸭公，然后跟那个生蛋鸭母下去交配，然后生下了蛋孵出来就是我们的稻鸭，我们都叫它那个炉鸭。那我们现在进去采收鸭蛋，然后每天都大概20-30颗，因为目前养3-4个月以上，它大部分都会生了。来，我们进去，来走，爬过来，来捡鸭蛋，过来。然后那个生蛋鸭，它大部分都是清晨，来过来捡，它大部分都是清晨生蛋，来捡起来。两手，要捡快一点哦。哇，那用稻草的话，它就会生在那个稻草里面，把它盖住掩饰。来，蛋拿过来，搬过来。来，你这边捡一捡。捡一捡，然后它都会躲起来生。那鸭子的话，它是这样子啊，如果你安静一点的话，它就会很会生啊。那所以说，鸭子它们大部分都是凌晨或者是早上生蛋，所以不能太吵。我们这边还好，我们主要是做体验的，所以说觉得还好，不会太吵啊。这是我们刚完成的我们的那个体验课程表那刚才我这边就是比较特色，就是插秧跟收割，然后还有育苗定植育苗的话，我们又会用血盘，让小朋友去看如何育苗。育完苗之后，那盘就是给他带回家，然后之后我们准备那个小苗，让他们下去定植，教他们如何定植。那当然就是他们如果育苗带回去的那个育苗盘，如果小苗长大的时候，他们就是可以看要买花盆，或者是自己有那个小田地，然后就可以下去那个定植。因为我刚才有说，我就是比较喜欢一条龙的那个模式，让他们从头到尾，从产地到餐桌，直接全部都全包，来这边一次全部都了解，让他们从那个玩乐中然后学习，学习之后，然后就增加他们的印象。控窑的话，我们是冬令才会有控窑体验，因为我们农场里面如果你常控窑的话，它的高温会破坏那个土壤的有机质，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区块，然后就是专责在做控窑体验的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农场就也有采收草莓体验那采收草莓体验的话，我们也有一个课程就是说来的话教你们如何管理草莓，如何那个接芽点如何接芽，然后如何定那个换盆换大盆的，然后之后如何管理到采收草莓这样子。外面应该比较少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第11项我们的瓦片爆米花我们的瓦片爆米花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用以前的三合院的那个勾渣土的那个屋瓦然后下去都是取自于天然的素材就是随地捡一些那个木材，然后就把它烧起来，之后，然后它温度够，那放进我们的那个
放进我们的那个稻谷啊哈，放进我们稻谷，它就会那个爆裂开来。好，那为什么米的那个稻谷爆裂开来不是叫做爆米香，是叫做爆米花？因为我们的爆米花真的是会，它爆起来是会开花，因为它含着那个稻谷啊哈，然后这样撑开来。所以它是开花形状。一般你在外面看到的那个爆米香，它就是已经碾好的白米或者是糙米下去爆的啊，所以说它爆起来也是变成膨胀的那个形状啊，它是用那个压力把它膨胀而已啊。但是我们是用火啊，它还有红外线，然后下去这样爆出来。